你赶快存进去哦！你不存进去，这个31万。无等你抓好伊去。两个警察加上银行行员，还有其他好心的人，伫酷劝这个负责人，因为有诈31万的现金，搁要来领100万，讲要提去投资通赚钱。就安全帽，他说已经第2代、第3代。你不要相信他，他在骗你钱。有诈31万现金的负责人，一个到银行讲要搁领100万，因为金额较大，银行行员敢问讲要做甚物用途？伊甲讲要投资的行员感觉唔对，请警察到现场斗3工。这个负责人还阁唔相信，甲警察讲是朋友介绍医疗安全无啊，免食药啊，治疗就使解决颔管啊、酸疼的症头，而且已经做到第3代啊，投资就使赚真侪钱。警察虽然问讲啊，敢有看过食品，还是讲有别人治过？这个负责人讲无，所以讲警察就甲提醒讲，这是典型的诈骗，若是顺利阻止伊领钱，手中的现金嘛保掉咧。该民众表示要投资科技公司，但对所投资的公司产品均不了解，经远景劝说才打消汇款的念头。依照统计，今年1月份到2月中旬，金管会就已经接到60件投资的诈骗案，平均一天上无有1件。提醒乡亲，天下间无遐好康的代志，若要投资，真正爱细致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